变了，我骗了以我一年纪，棺材我拿在以我一楼，棺材自己送我前去，棺材自己扣住了结，钱自己垮掉。二舅呢？要过人生必须经历的生活，就像河南民生医院的痛啊不是，都要拼命的。只管跟着找男子，我都咱做到，一直面对。高兴。